有200外作家因为不满拿北欧欧北台总预算，去年有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子采集是发起2025年主张罢免无适任的立委连署的声明，到达嘛已经有200外位作家做伙参与。 昨天文化部有来找我沟通，老百姓的血汗钱是这样在花的吗？1月因为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案要提公司预算，引起影视界不满出来抗议。有出版人士写文章表达看法，陈玉珍说引用市总部到文馆回应讲，单调迄个讨饭的碗，引起真济艺文人士的不满。但是这笔会伫咧中央预算审查以后，继续摊销到文学界。我书写是为了回答台湾人究竟是什么人。 而我持续的书写过去，是想要迎向更好的未来。去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子，找集发起2025主张罢免无适任立委的连署声明，有201位作家参与连署。共同签名的作家黄俊南表示，看到文化部节预算予立法院台检冻结，恐惊影响到台湾文学本土语言的发展和推动，嘛会阻碍台湾文学走向国际舞台。韩国嘛是政府甲企业这个大力去甲补助，去甲因的这个戏剧啦这个扶持起来。正经要补助要杀出去的时阵，恁又搁甲伊删掉安尼哪会对咧？黄俊南表示，这几年台湾文学网架直伫咧国际上得奖翻译，才拢在起步当中。伊认为，这作者拢是对现处时的政治环境失望，才来表态连署。社会学研究者认为，无论是连署声明，还是青年运动和民间发起的罢免等等，这寡公民运动拢是直直累积起来的社会力量。我觉得在这一次包括之前的导演跟现在的作家，我觉得也是跟这个大罢免运动站出来的人都说我们是公民，我们是代表政党。所以我觉得这次作家联署，以及你也看到那种类似那种非常强调超越党派的公民运动那个色彩。何明修嘛强调，英国影视界、文学界拢真罕伫针对政治集体发起行动，这背后可能有侪原因，也是惊资源受到影响。但是即卖艺文界愿意针对政治表态，伊认为这款公民行动愈值得关注后续引起的社会影响。记者卢尚珠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